好啦，大家好，歡迎收睇呢個瞬間看獨贏嘅環節啦。咁呢個環節入邊咧，都會同大家講下咧，同場曾經贏過同程啦，或者贏過嘅馬啦，太多或者太少咧，都容易爆冷嘅喎。咁你 mark 翻低佢咧，有時啲冷腳咧，或者甚至冷膽咧，就喺嗰度嚟㗎啦。好啦，未講之前，記住啦，未訂閱呢個頻道朋友，記得右下角有粒四星龍珠啦，撳落去，開埋個通知仔咧，有新片有呢啲資訊咧，都可以通知大家㗎啦。咁又係我世榮同大家講馬啦。好，瞬間看獨贏，即刻帶大家睇下第5場3T 場次特別多呢啲亂局㗎，咁俾大家清晰翻少少啦。開心宇宙贏過同程嘅，俾個紅心佢先啦。跟住咧，海明神區未喺呢個同程跑過嘅，不過贏過㗎嚇，咁啊俾翻個黃心佢啦。超嘉嘉都幾犀利嘅，泥地都識跑嘅，咁啊俾翻個黃心佢贏過2次㗎啦。咁啊另外就係盈益線啦，中長距離拿手啲都係贏過嘅，俾翻個黃心佢啦。精彩動力咧7歲啦，不過得2 win 嘅啫，咁啊自己諗下啦。咁啊都贏過，咁啊俾翻黃心佢咯。加州星馳咧就要靚檔先跑得好，咁啊睇下蔡明，咁啊睇下蔡明紹咧點樣發揮啦。我哋就照繼續俾個黃心佢啫。孤峰潛影比較新啲，暫時未有表現㗎嘛。光明傳承咧1400贏，咁啊等緊加成1800嚟啲又得唔得咧？咁啊睇葉楚雄變化啦。咁啊另外第9隻精明選擇啦，9號嗰隻又喺呢個路程贏過2次，而且好準添啊。咁啊做膽都可以諗下嘅。10號嗰隻艾利奧咧都試過喺呢個路程一放到底，所以咪又揾完行搖放下咯。然後啦，午夜快車咁啊叫做贏過啦，最近嚇，不過就1650嘅啫。咁啊俾翻個黃心佢啦。北海道咧6歲咯，咁都有4 win 算唔錯啦，俾翻個黃心佢嚇。菠蘿輝煌咧依然都係唔係好開心嘅啫嘛，咁啊可能落翻先睇啦。飛躍星半暫時都未入3甲嘅。嗱，同場咧得3隻叫做贏過同程嘅啫，咁你會發現咧贏過嘅馬就多啊，即係因為都有咧8隻係贏過嘅，咁加埋咧有11隻贏過，咁有時啲冷腳咧喺入邊大家要揾翻出嚟，咁但係至少咧贏過同程嗰啲，尤其譬如精明選擇、艾利奧呢啲放頭馬咧，你要睇高少少嘅，咁開心宇宙咧都要留意下咁樣咯嚇。我知道下風馬房呢啲馬咧成日都有10零20倍，佢唔一定贏嘅，但係有機會咩啊？有冷腳噶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啊多謝大家收睇呢個瞬間看獨贏啦，咁啊稍後咧可能做完直播仲有更精彩環節，咁我哋晏啲再見，拜拜。